国会这款修法失宪案，宪法法庭今日邀请申请人和立法院来表达对暂时处分的意见。双方一开始就交锋对垒，立法院机关代表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就主张，这失宪申请无合法，宪法法庭无应该受理。不过，总统诉讼代理人洪伟成律师就强调，宪政若准破坏着真歹恢复，这威胁是一点都袂使。针对国会这款修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行政院加总统赖清德要求监察院申请释宪加暂时处分。宪法法庭伫初十进行准备听书，四大申请人加相关机关立法院伫暂时处分的必要性加急迫性分别陈述。立法机关代表主张释宪申请无合法，宪法法庭无应该受理。申请人是强调，违宪连担保也拢袂使。机关宪法诉讼必须就行使职权跟所适用的法规范内容抵触宪法才能申请。那我们主张总统申请不合法。军庭要思考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底违宪可不可以一下一点点就好？我想答案是清楚的，就是不可以。电话各自表述了，大法官尤必祥直接点名民进党的立委黄国昌，问讲立法院对总统若拒在接受国情报告的邀请，会有甚么款的回应？立法院是不是反制总统的连署权？强调这关系到宪法法庭考虑是不是有符合暂时处分的急迫必要性。总统不来，立法院什么事也不能干，那个不是单纯的立法院邀他来，然后立法院任何一个党团片面的就可以决定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军庭宣告暂时处分的真正理由？因为一旦总统被邀请到了国情报告，到立法院复国情报告，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能够担保。而这正是急迫性。针对行政院诉讼代理人陈述意见时阵，引用媒体报道批评立法院伤过大，吴宗宪直接反击。对比右边年初立法院在野党团总召喊话说要让执政党找不到人当部长，油盐在耳，我们不禁要令人对于国家机关未来运作感到忧心啊。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他以新闻网的报道用语来当作法规范宪法审查的论述依据，其实这极为荒谬，这在普通法庭也不会见到。双方伫宪法法庭共放要到3点钟，因为大法官对暂时处分的裁定时间范围依照规定是无期限，是不是裁准暂时处分，各界拢伫咧注意。记者综合报道。